来看去年9月基泰建设大地的建案，造成附近的厝塌落去。检方经过7个多月调查后，发现基泰根本无照道起，阁有造假的状况。专案今仔侦结起诉基泰的护理阁建筑师等5个人。我基于这个责任，我宣布辞去基泰建设董事长一职。建案有看到基泰建设高层捌公开回示咧，去年9月建案基泰大地时间无细致，害周围面体崩塌。经过7个多月调查，检方至告定结，以违背建筑师正规定罪嫌，起诉基泰护理区永红、工地主任张博祥、建筑师王德生等5人，其中3人北检阁建议法院中当量刑。邱姓、张姓被告于侦查中誓词狡辩，推卸责任；王姓被告之辩解亦含混其词。3人均未坦诚犯起，且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巨。拍开起诉资料，检方指出，作为工地负责人的社区的护理等人违反施工顺序，无按图施作，各将连续壁高度为结构图要求60公分，甚至改造50公分，交由包商来进行。细环建筑师甲细楼技师拢无到场监督或者是勘验，所假有派人参加，或者是伫有备好的检测单签名用心造假。其实早伫代志发生进前，都做好反映，厝损害基泰也被人发现上车检测单位变更，量测措施的造成工地检测数据失真。第一时间就将基泰依照《营建业法》以及《建筑师法》送惩建。另外，目前都持续的基泰跟邻近住户相关损邻之间在调解。那如果没有共识，我们市府的建管处也会进行政府的调解。面对损邻事件，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，甲民众协作会确保权益。这个进程，基泰是表示，要来调查清楚专案，也无正式做出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